好，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我係希利，政府為完善網約車服務規管，早前提出2025年道路交通修訂網約車服務條例草案。立法會審議相關法案嘅委員會已經完成條例草案嘅審議工作，並唔會提出任何修正案。政府建議下個月15日嘅立法會會議恢復條例草案二讀。另外，法案委員會喺今個月16日至22日期間，共收到47份嚟自公眾人士或者團體提交嘅意見書。收到嘅意見書均支持立法規管網約車服務，認為應該俾的士同網約車有公平嘅競爭環境。喺47份意見書當中，有唔少意見關注，若然政府對網約車數目施加太過嚴格嘅限制，可能會導致市場供應不足，影響市民出行同網約車司機嘅生計。但同時亦都有持相反意見，認為政府唔應該發出大量網約車車輛許可證。另有部分意見認為，政府應該就網約車平台可收取嘅車費作規管。對此，政府表示，香港嘅情況非常獨特。本港多元發達嘅公共交通系統，每日服務接近90%嘅出行人次，需要對網約車嘅發牌數目實施總量控制，推進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有序發展，無限制或者無秩序下發出網約車牌照，好可能會引發負面後果，導致網約車數量過多，降低的士同網約車嘅營運效率，或者引發市場惡性競爭，令的士同網約車司機嘅收入減少，影響行業嘅可持續發展。政府指出，應該對網約車車輛數量實施總量控制。條例草案賦予權力俾運輸署署長可限定發出嘅網約車車輛許可證嘅數目，計劃喺下一階段透過附屬法例定明有關數目嘅上限。喺定上限嘅時候，會考慮同埋平衡多項因素，包括市民嘅需求同 call 車體驗、道路網絡嘅承受能力、公共交通系統嘅生態，以及整體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行業嘅健康同埋可持續發展。喺車費方面，政府表示會保留規管定價嘅權力，喺有需要嘅情況之下，可規管收費安排。例如，當市場上出現惡性競爭，甚至一啲割喉式減價嘅情況，並對行業嘅良性競爭同健康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嘅時候，政府可考慮係咪需要規管車費嘅安排。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